陈建老师，各位主席、各位领导在这祝语千年大典，大家早安。老师早安。我刚才跟何少讲，唔认，啊，你样，感谢。这么发财，看到好好的经历过哦。学校呢，刚问到结婚时的祖师的好处，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代表，以及咱老家人五代医生的精神，咱二手大仙单节人的慈悲，咱周建议、傅建议各位诊断组对学校的提拔，加上咱前辈者对学校的鼓励，今日学校才这间的机会，而且让咱大家共同来学习。可是呢，学校才讲非常的欠缺，因此在报告的过程有所不足。在所难免。加上呢，在学习的过程有言语上、有态度上，甲咱麻烦的所在，盼望咱诸位前年会当甲学校的体谅、甲包容，安怎好？甚至若有要甲学校指教的，学校嘛都欢迎的。请问诸位前年来到会堂有欢喜无？为什么会欢喜？咱来更告诉咱有欢喜无？所以先佛甲咱讲哦，佛堂是先佛的欢喜地。先佛的欢喜地，所以佛堂，请问，那咧跋筊的所在拢啥人去？交道。迄叫做交定对唔对？啉酒的所在叫做啥？酒店、酒家对不对？佛堂什么人来的所在？佛堂哦，仙佛爱来的所在叫做佛堂。所以这个叫做佛堂的，佛堂叫做仙佛的欢喜地，天堂的介绍所。要甲咱讲天堂在哪里？咱要去天堂安怎去？所以佛堂是天堂的介绍所。三者的事务所，咧办理三者、办理一切的事务这个所在，咱今日去开班叫做三者普渡一件事。咱望看咧开班呢，咱今日开班向上天来迄个点佛顶，就是开始要办三者的大事。互我今日去伫咧报道学习，这叫做啥？三者的大事。咱自伫这个所在要含互我研究。叫做啥？开办这件事叫做三者的大事。三者的大事就是咧办生死的大事。所以佛堂是三者的事务所，学佛的改良所。咱要改良，咱要为一个凡夫变成圣人、变成仙佛，必须要改良。品质的改良，经济的改良，品质会愈来愈好，经济会愈来愈好。咱人透过学道修道，咱人的品质会安怎？愈来愈好，咱的经济愈来愈好，咱的经济、咱的心性就愈来愈好。所以佛堂是这个仙佛的改良，要成佛一个改良所，要撇掉这个种福的，咱要撇掉，伫这个所在仙佛甲咱保护掉，非常的安全，是一个种福的，是真理的加油站。咱要互家己搁较有力量，搁较有信心，对真理搁更加了解，一定要来听，来佛堂听道理。这是一个真理的加油站。咱人心中若有真理，咱人有力。请问车若无油，咱敢会行？袂行。袂行要安怎？爱加油。所以你看，咱的车需要加油，咱人的心敢要加油？爱加油。所以因此。咱今日爱好啊珍惜今日这个面容，虽然无介久的时间，但是呢，咱爱好啊珍惜。那么呢，学校今日要和咱互相啊学习研究，叫做啥？天道的思想。到底道和教有啥物差别？伊的思想在哪里？伊的特殊、伊的特别、伊的特别在哪里？愈特殊的物件，愈特别的物件，甚至比别人更较珍贵。今日我所卖的物件比别人较特别，有好卖无？
啊，袂好袂无，一定有啥物？我比别人较特别啊，我比别人较特殊啊，别人无，我有，这个啥？属性。稀有诶，足罕得有诶，足少有诶，迄叫做尊贵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天道诶事情是稀有，过去无，现今无，迄叫做稀有啊。若大家拢有，你也有，我有，伊也有，你看尊贵无？所以物件若愈少，是毋咱若去买菜也要好，买物件也好，愈少诶物件是毋愈贵。咱讲物以稀安怎？为贵。所以咱今日毋是要和人比较，和人比较讲哦，教育毋好，毋是安尼。各人有各人伊属性的所在，但是咱今日要讲天道的属性，包括咱作为一个者，咱是天道的属性。今日人天毋是天道的属性，咱今日无机会徛伫遮。今日人是天道的属性，互我无迄个机会徛伫遮。所以，若无上天降道因缘，就无咱人间的因缘。就是有上天的因缘，才有咱今日人间一切活动、一切开办的因缘。那么，这个因缘是要互咱未来超生了事、返本还还的因缘。所以，我就感觉讲，既然来啊，那阮既来自安怎？则安之，则安之，心甲安落来，心甲放落来，甲藏落来，好好来，好好来过咱今日一步开办的过程，安尼敢无？咱进咱的本题啦吼，因为天道的事情太广阔，毋是好好的智慧，毋是今仔日点半钟我讲的话，互我讲到底，时间若到，咱就结束，安敢无？上台总手，下台安怎？安才欢喜啊！求伊咱逐个求了宝贵的大道。咱求到迄讲，逐个人讲一句话，咱有讲几句话？讲安怎？恭喜，也毋是今仔日也毋是过年，也毋是咧传新妇嫁祖囝，互我大家讲办嫁祖囝。对，啊，为什么迄天就到迄天咱若无传新妇嫁祖囝，嘛毋是过年，嘛毋是升官发财，为什么才重要？恭喜咱求了宝贵的大道，这声的恭喜来自上天诸天星辰的诞生，以及众道亲的展开。天真欢喜呢，天也欢喜，人也欢喜，一切人拢欢喜。为什么？求着上天宝贵的大道，更加欢喜着一个新生命，会当毋免搁对待世生六道轮回之苦。若要讲这个苦，什么上苦？世间的苦，拢来自最大的苦。世间所有的苦，拢来自迄个根源，什么苦？轮回之苦。咱人若无轮回，就无一切苦。所以轮回若长，咱的苦就长。所以不如苦了，已经止住轮回啊，伊免来轮回啊。伊的苦是众生同苦，才咧苦了，若无伊袂苦。咱就是轮回无长，才来这世间这尔痛苦。要讲苦不济，咱家己体会。轮回若我都毋免搁对来世生六道轮回之苦，咱人当咱的生命，咱的因果，咱的命运会愈来愈好。所以咱有欢喜无？更加欢喜着一个新生命咱发心向道。你看，一个人会当发心要学道、修道、行道、办道、度人、救人、成功入得，这是世间的物件买袂着、换袂着的。为什么？向道，道代表光明，道代表归宿，道代表佛，道代表返本还还。向是一个机会啊！向迄个目标咧行，无欢喜嘛？咱毋是向哪咧经纶，咱是要向哪提升。道代表光明，道代表解脱。
所以咱的心内会当向倒你啊看，啥物人欢喜？咱的祖先谁欢喜？咱的先父谁欢喜？为啥物？我的子孙咧开始学道修道啊！今日咱若看到咱的囡仔，搁拍拼读册，搁拍拼事业，咱会欢喜袂？伊会欢喜。为啥物？我的囝搁拍拼。今日咱的祖先看到咱的在世的子女，都认真修道、学道、办道，伊会欢喜袂？伊会欢喜。你叫你看欢喜呢？好，咱来讲天命的事情。咱一项一项来讲。今日一切的开始就是来自天命。什么叫做天命事情？所以呢，先有讲过，天之秘密，道之言气。一切的因缘，一切的事情来自天命。今日若无天命的事情，咱要讲一切的事情歹讲。今日我当求道，我当学道，我当行道办道，行功立德，这个因缘到尾以后当成佛成道的因缘，来自天命的事情，来自天命的事情。那么天命，就是讲天道降世，命书出世哦。所以今日命书为什么出世？伊带到这个天命。今日天道降世，若无命书出世，啥物人要传道？所以道者非天命不能传。咱若去国外开放的人，就不就来知影。国外前面啊，道人要等啥物人过？等点传书过，多一人、2人、100人、1000人，点传书若无过，这1000人敢能求到？袂当求到。要苦苦的等，痴痴的等，要爱等甲点传书过，领天命点传书过，才能传到。毋是讲前尾仔才甲传到话，毋是。佛法嘛袂当传到的，为虾米？佛法无领天命，唯有天命的命书点传书才能传到，伊事情在这个所在，伊事情在这所在。咱硬啊，几个通领天命传到的人，无几个。伊叫做稀有，伊叫做伊的尊贵性、伊的宝贵性、伊的事情的所在。所以，若无点传书，咱所有的人拢袂当求到，安尼天命有宝贵。非天命不能传。所以师尊师父是秉受上天的天命，三座普渡的大经书。咱今日是一贯的弟子，基本上咱要对天道的事情有所了解。无咱若慢慢讲，恁道的宝贵在哪里？恁道的事情在哪里？所以师尊师父是领受上天的天命，三座的大经书，天座、地座、人座三座的大经书。上帝的钦差大人，咱世间敢有钦差大人？钦差大人就是啥物人？副责任、副司令位，啥物人？皇帝。所以讲，皇帝拢会属于一支啥物剑？上皇宝剑。伊可以先造安怎？修造。为什么？伊代表皇帝。伊出去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代志，拢代表皇帝。叫做钦差，所以师尊师父是代表上天要来传道的。咱人间有钦差，上天嘛有钦差，就是咱师尊师父。那么咱坚定点传书，伊佫是领受师尊师父的天命，叫做啥？因命相传。这个是咱道场的文化，这是咱道场的事情的所在。所以坚认点传书，就是领受咱师尊师父的天命。所以咱师父讲上天降道降命命，上天降道是降一个天命落来，透过天命的命书，透过天命点传书传道予咱。因为道毋是在外口，道毋是在点传书的时候讲我有道甲传落去。透过点传书，甲你指点倒在我的身躯，然后倒袂在外口。所以上天降道是一个降天命落来，所以天命是众生回天的心地。咱未
来要回天返本还原，要倒来到无叫理天，爱靠啥？靠天命。若无降天命落来，咱众生兄弟永远在这个生死轮回，那么回天有所困难，有所困难。所以今日咱机会都受天命，就甲咱受指点了，就是啥？报咱一条回天的路，所以说变成了回天的神机。有迄个机会能转去，所以在座注意，包括我，咱拢有机会转来到咱的无着理天。机会啊！这个机会啥物来呢？上天无咱的，上天无咱。所以就说甲人讲，白龙旗倒开班，白龙旗选党员，白龙旗要回家，就是因为上天降命落来，一切因缘拢开始啊。这个时阵，人啊，白龙天的时阵，白龙旗的时阵，上天大开普渡，倒开班啊，上天大开普渡，那么上天大开普渡就是啥？要选精拔萃，要选党员，在众人的当中要选圣选贤、选大仙、选真君，有够多。咱若去到新源山迄个牌楼，要入迄个大庙写4字，咱注意看无？真员讲真难知影。入道之哦，咱真係講選聖嘅道場。哦，選聖。這個道場就是要選聖選賢嘅道場，一個候選嘅所在。咱大家攏是先佛嘅啥物人？候選人。咱大家攏是先佛嘅候選人咧。要做一個立委，要做一個市長，要做一個市議員，要做總統，咱就拼甲安尼，拼4工拼甲安尼，傾甲共產黨無。但是咱唔免，咱唔免通人拼，通家己拼，家己拍拼就好啊。咱做机会，咱敢要成婚？會。袂哦。为什么？成婚毋是人话，是实话。为什么？你嘛是婚，我嘛是婚，伊嘛是婚。所以讲，白龙旗就是要选党员的时阵，看个人来拍拼。代要调代，看个人去拍拼，要选偌济人，靠家己去拍拼。白龙旗要回家，这个时阵上天大开普渡时阵，就是咱众生兄弟之愿要回家的命啊！即摆若无转去，咱要转去就困难。为什么？上天讲，上天大开普渡，每一个人拢有机会人得受到，就是比如每一个人拢有转去的机会。咱敢有想要转去看老母？有。几万年无看， 6万年无看呢。咱若老母啦，一当咩一个月、2个月、1当无看着安怎？会思念的，互我较早当啊各种毕业去邦桥上班，毋捌出门，逐工在咧哭呢，拢爬去4楼尾，看到黄昏的故乡，真正。若到黄昏的时阵，就特别迄个心特别会怀念故乡，思念故乡。真正，若看到分去飞过，拢想要转去。为什么？咱是思念爸母，逐工在咧哭。所以咱会想要转去。所以咱老师讲，白龙年一定爱转来，一定爱转来。所以天命的使用就是办天书，今日这项叫做天书。那么既然办天书，就是办生死大事，这唔是办天书，唔是咧办书，是咧办生死大事。今日互我而家报告下手，有着啥？有着生死大事。咱作为坐伫这个所在，接受无管无考察含互我研究是为着什么事？什么事？生死大事。拢无为别项的代志，为着这件生死大事。毋通大家无言。即要做苦也歹势，爱困啊，爱困都毋敢困，是较腰酸骨的。为什么要遐辛苦？当初好啊困，即个天好啊困无做好，为什么要即个所在？
为着生死代志，咱为着一份薪水，透早落雨、风开雨，也要寒死，爱安怎？想办就有哪爱出门啊？有哪爱起床呢？为着什么事？为着趁钱的事啊！咱趁钱拢甘愿安尼，多辛苦多疲劳，甘愿。但是为着生死代志，那么共款的，那么共款。所以咱时阵，咱师父甲咱讲，超生了死，唯有天命。要超生了死，唯有靠天命尔。什么叫做超生？就是无生。什么叫做了死？就是无死。若无生，就是了，就是把迄个死甲了。我扛袂做了。迄个了，已经就是无生啊！我无来生，既然人无来生，就无来死。叫做了死，超就讲超越过，超过啊！我无来生啊！所以咱人若有生就有死，不你来看，咱人若生是往啥物路咧行？真正，咱人若生就是往死的路咧行。咱人啊，100岁年后死了后是往啥物咧行？无对，所以咱人讲某物人已经安怎？往生去啊！虽然已经死啊，毋过伊是讲往生的路咧行。哦，迄讲的话你看往生呢，往生，伊个往生的路咧行，永远生死轮回袂了。所以咱要超生了死，一定爱靠天命。天命会当救人、救鬼、救仙，毋是干咱人尔呢？天命毋是干要救咱人尔，要搁救鬼。地府的幽冥鬼魂，要救气血的生命。过去无的呢，这咱等下来讲着个。天命能救人鬼神，这是先父所讲的，毋是我所讲的。为什么爱照先父的话来讲？先父讲的话，咱较会相信；互我讲的话，咱可能袂当相信。就是我有这个信心，先父所讲，先父你袂当骗，互我袂当骗。咱众生凡夫有可能会当骗，先父绝对袂当骗。要地府求名，爱做啥？依靠天命，把地府的名收起来，要甲挂在天堂，什么人法度？请问咱是看卖，什么人法度？有天命。咱就说了讲地府求名，天堂挂到，这毋是讲假的呢，这是先佛讲天命的事情，道的事情。天命宁静心柔软，只要求到了无犯道败业，有因公利德，有好啊修持，100岁年后，我你辛苦是软。我一摆去越南的，甲因讲道的宝贵哦，100岁年后辛苦的呢，伊毋相信呢。伊讲迄无正常，为什么无正常？因为咱人100岁年后老了，大家辛苦到安怎？伊讲迄正常，啊你软的，迄无正常。伊毋知讲迄叫做咱人求到了道的宝贵。请问咱人是否爱软啊爱硬？软。哦，讲软有无？你手人爱硬做好讲无？所以软的代表啥？代表好。天龙挂号靠天命，这是天命自古无两项，无两个天命，加一个尔。所以咱莫看天龙，咱莫看地府求名天龙挂号。靠人力、靠财力、靠势力、靠权力，无法度的。爱靠权力，爱靠佛的力量，靠天的力量，靠天命的力量，才有法度。人讲业王子命三地死，安怎？独不丢人过无去。每一个人拢是在，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每一个人的生死，拢在阎罗王的手。
咱每个人拢走袂开。叫做做了，咱天堂挂号地府抽命，咱的命运掌握在家己的手。这个时阵就开始掌握家己的手啊。所以天命自古到现在无两，请问天顶到两个石头，人间到两个底哦。天顶到底一个石头尔，人间无可能有两个国王，无可能。天命嘛是干那一个尔。所以这是咱师父讲过，啊，拄我讲天命的事情，即摆来讲用天标文挂号的事情。这条标文若无天命的事情，这条标文嘛是标文，挂号嘛是挂号，含挂号也事情，请问咱什么时阵咧挂号？咱若去病拢会挂号，对不对？啊，迄挂啥物号？挂病号，较早来做兵的时阵，若咧艰苦，你去挂病号，班长就叫你挂病号，有啥物你破病嘛？但是，迄是破病咧挂，含破病咧挂号，咱求着敢要挂号？所以咱今日去挂号是挂啥物人号？若破病啦，挂医生的迄号嘛。我们让医生较搞，这个病这个较搞，我来挂伊个号。咱特定一般挂迄个凊彩对不对？咱挂号就是要互医生，甲咱治咱人的病咧。好，咱来看下，到底咱是要挂啥物号？免了经验人讲，天真修我挂修，病号含性号有差无？差偌济点知影？挂性号，挂性人的号哦。所以天经就是咱师尊师母因两个名，咱向师尊师母咱向师尊师母挂手，就是要等待咱，等待时机。当咱挂号挂了，就开始会等一段时间，就是开始要点到的时阵，你就爱点兵点将，要请诸天亲近的，请问过去若要战争，敢会点兵点将？对无？迄个元帅啊吼，啊是主帅，开始要点兵点将，同款意思。咱今仔日有人要求到啊，上天的师尊师母，伊开始会点兵点将。咱今仔日就是哪，甲师尊师母挂姓号。那么挂姓号就是哪，要超生了事，甲医生挂病号，就是要解脱我身躯的喏。的痛苦，要解脱我的身躯的病苦，但是咱今仔日甲姓名挂姓号，就是要解脱我生死轮回的苦。地府天堂挂号，地府拄命一个依附。咱若无挂号，咱若无来挂号，咱要如何来天堂挂号地府抽命？同款意思啊！咱今仔日要去病院。看医生挂号，咱若无挂号，有靠咧等到人医生看了，敢叫会着？叫袂着。所以今仔日为什么咱来到佛堂，咱要求到来挂号，就是要天王挂号，地府抽命。这是有天命命书指点的评估。咱今日若无挂号，我就接受上天天命的命书，甲咱指点，这是一个凭据。这张标文内面有咱的名，点传书才能传到咱才能求到的，这是一个凭证，一个凭证。要离苦得乐、超生了事，一个门径。那么离苦得乐，那么超生了事，一定要有一个门路。这个门路叫做啥？良天标文挂号。所以这条标文内面，若无咱的真名正姓，咱袂当求到。既然若袂当求到，就袂当天王挂号地府抽命。既然若袂当求到，就袂当离苦得乐、超生了事的机会。这叫做啥？标文良天标文挂号的属性。所以代理命书点传书是顺领
求道人有在明明上帝、困基上帝大事任务。所以咱的典范书代表顺领因宝书，这张表有写着因书宝书，什么人？求道人的姓名、某年、某月、某时、某日，是什么份人？因此，困基上帝是一条光明的大道路。所以要看见道修道的过程，迄种表现就是啥？要表现出讲，咱今日天道的事情，和一般的宗教无共在什么所在？这是咱一贯地主，基本上咱基督徒了，咱咧学道了，咱对自己要有所体会。那么这条标准到尾是安怎？伊会小条啊。哦。要面着祖师三番大家报备注册。咱若一个囡仔你入报了，一定要去注册对毋对？敢若入报无注册，才会晓读册，袂通。所以咱基督徒了，爱请面着祖师三番大家甲咱注册，注册啥？地府抽名，天堂挂号这个手续，为求道者注册入籍天门院。请问咱在人间有一本簿叫做什么簿？户口名簿对不对？户口名簿有咱这口罩的人的姓名对不对？假使讲这口罩若有人过身去，爱去地政事务所、户政事务所报啥？报住户。去户政事务所报住户呢？啊，若有一个人出事，有一个囡仔出事，爱去报啥？爱报户口。所以地府抽名，亲像讲咱在人间爱去拄好，天堂挂号就等于讲这个囡仔出事要去遐报户口。所以人间有一本户口名簿，地府有一本啥物簿？生死簿。所以今日就是啥？办理地府抽名，天堂挂号，所以咱今日去就到了，地府无咱的名，咱的户籍在哪里？在天堂，在天门院。请问咱的囡仔，嘛说咧迁户口对毋对？若要去要读册，感觉讲你这读得较好，半当以前来啥？爱迁户口对毋对？迁户口迁过，伊就受迄个所在管理对毋对？伊就有在咱的户口内底啊，迄个管区的伊就，甚至讲伊就是受我管理啊。同款意思，我的名无在地府啊，毋免受地府阎魔王甲我管啊。因为啥？我的户口迁在天门院。这毋是咱人的人格所办的交易，叫做天命的事情，这叫做道的事情的所在。为什么叫做？这在求道迄讲，咱的讲师就有讲啊，为什么户口要讲？因为咱听过，有可能袂信。咱今日去听，去更加互咱了解讲，为什么我求道的意义在哪里？咱想要住天堂，还是要住地府？天堂。大家都想要住天堂，但是要住天堂，嘛要有因缘啊，嘛要有因缘，爱靠什么因缘？靠求道的因缘，靠学道修道的因缘，靠上天的因缘的力量。即摆咱来讲，听懂传道的事情。所以天道奉天命之办，一举超生之道。这天道是奉上天的天命咧办的，要办啥？办一举超生的道。那么要办这种的物件，爱安怎？爱请道。一般的教育无请道这件事，唯有咱天道一贯道才有这个请道这种的仪式。那么伊的仪式到底为什么有这个仪式？透过这个机会，甲咱报告。所以大
代理秘书、点团主、强请无敬仰，拢无降临团，是奉诸佛先君菩萨诸天神圣，雷波、风波、罗波、火波28先神护法度，看我一个人无？诸天神圣看我者，是奉诸佛雷波、风波、龙波、火波28神全部拢护法。为什么咱咧求道的过程，就爱请仙母甲咱保护起来？到前尾才知影。你啦吼，互我比如，互我今日去欠你钱啊，讨债集团要来甲我讨，一定会甲我拍。我无钱时阵，一定会甲我拍。这个时阵，老人离外口甲我围起来，咱拍会着。同款意思讲，咱一个人外口有人甲咱保护掉的，咱就安全了。同款意思，咱今日要求道，咱过去6万年来所做的罪过错，所做的业欠他欠，人要来甲咱讨。这个时阵爱靠啥物人？靠神甲咱保护掉。咱若来求道了，咱求道超生了数的时阵，伊要甲咱讨无机会。所以，伊就是要甲咱讨。那么要甲咱讨的时阵，咱要求道就无机会，爱透过仙佛甲咱保护了的，护法这个团，互咱会当平安顺心来求道。所以请团毋是无原因，请团就是啥，要互咱求道人会当平安顺遂来求道。所以你看一个总统拿出去，边仔拢啥物人？拢侍卫，拢甲咱保护了，有啥物有人墙甲咱保护了。所以今日求道诸天神圣，你讲拢甲咱保护了，互咱这个过程会当顺遂。迄叫做神缘合一。咱今日求道，咱今日要得到道，要求道，爱透过上神甲人做伙来担帮助人。敢若人无法度。敢若神嘛无法度，嘛讲也就神，也就人，也就啥，也就神。必须爱靠上天的诸天神明，和咱后天的根源一切合一，担帮助他。人讲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；弥勒果佛出世，师尊师母出世，先明师出世，一定爱看千佛拥护。所谓千佛万佛，一切鬼神、诸天神明，一定保护、拥护伊。伊要办生死的代志，不是要靠啥？靠诸天神明。敢若靠师分，敢若靠师尊师母，啊，靠无法度。爱靠啥？靠众神佛。所以讲，毋则讲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要来帮助师尊师母，帮助弥勒祖师办理三座大事。天人共办，人办天事。上天甲人来共办这场的天事，上天甲人来办这场的圣事。所以咱人可以办天事呢？请问咱一个官员去到外国，代表啥？咱讲外口有啥物叫做大使馆对毋对？所以大使就是啥？代替国家咧做事叫做大使。咱人啊，代替天做代志叫做啥？叫做天使。所以去大使馆一直是国家的大使呢。咱人可以做天使，为什么？咱人咧办天事。一个普通人，一个平凡人，一个做工人，一个唔捌字的人，会当办天事呢？这叫做道的事情啊！今日我咱所办的啥物事？人事、事事、凡事，一切大事，一切无所事。咱所做的事是咱的事呢，但是咱今日咱学到行功有着，咱人可以办天事，是一个天使，上天的使者呢。咱人爱照天爱照咱人的讲话，咱人爱靠天来成就。
必须咱人大天宣化，客体修道。所以天来叫咱人来讲，天袂讲话，地袂讲话，咱人会讲话，叫做三才。天地人，咱人叫做三才。所以咱人都宝贵呢，有这个身躯，有这个身躯，有这个喙，会当这个身躯会当代替天来做，这个喙会当代替天来讲话。这个身躯都宝贵。那这个身躯哪能好啊？起来善用，得生、道生、平公平这个身躯。这个身躯哪袂当好啊？起来善用，做罪做孽，叫做罪心。所以其实咱人到尾要成就，要靠啥？靠上天。咱要成就，无靠天命事情，无靠道事情，无靠仙佛咱帮忙，咱人要成就都困难。所以到尾啊，要靠啥？靠天来成就咱。咱自作天作，到尾啊，咱才会成就。所以我这个讲，请断传道书信，请断传道书要办理三道代志、生死代志，所以过程若是顺序，真内面咱看袂到偌济温柔，咱看袂到偌济温柔，因为诸天神灵甲咱护法，咱看袂到，咱看袂到。为什么我今日顺利求道，甲咱护法条？今日囡仔。要甲老母、甲爸爸妈妈摕1000块、500块、10000块，明明咱看会到，毋知影这10000块是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暗中伫咧趁钱，咱看会到。咱今日顺利求道，感觉求道无啥，毋过过程是偌济诸天神灵甲咱护法条，咱毋知影。所以过程是无，整个的过程是种个。因看偌济就好，那叫做无形的福德支护团，有形的人力支护钱。整个过程无形的福德力量，甲咱护法团，有形的人力甲咱护持条，包括工作人员，包括咱的办事人员，甲咱护持。所以在到佛堂来护持。嘛有功劳呢，嘛有功劳呢。所以咱嘛讲来到佛堂，拜倒啊、拜椅啊、办一切圣事，这拢叫啥？对道场护持有功劳。所以今日咱来了解，为什么我咱求道整个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是啥物？是有诸天神灵的咱护法。咱即摆来看，来讲因波书的属性。因波书伊属性在哪里？咱今日求道，啥物人带咱来？咱就因书甲咱带来。为什么因书带来？有一个啥物书？波书。有一个波书。咱若要讲借钱，咱若要借钱，拢有一个担保人，对不对？迄个担保的，迄个担保的好简单呢。我敢来担保，就是别讲我对你的人格，我有信任，但是对你有信任，来担保的。所以咱今日来求道，就爱透过啥？引证甲担保，甲咱引入来，佮甲咱担保，保啥？保身家身边。品行端正，无欺骗咱求道人的钱财，嘛无因仔去信做道帮人写道别，保证咱道真，保证咱所求的都是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甲你保证这样子，甚至佫跪在佛前，甲咱入对上天立愿。今日所求的都是啥？胜利集团宝贵财产，写道别，毋是做道帮人，一切拢甲你对上天的标准，对上天来立愿了，咱今日才能求道的，才能求。毋是讲我今日要来求道就来求道，爱透过因宝书甲咱引证甲担保，
甚至在佛前甲咱立愿，对上天立愿，道真理、明天明天了，咱才会当来求道呢。迄个做天人的教养，天人的学习。请问咱若要过一条桥，这条桥若叫登去，敢会当过？什么叫做天人？